我其實咧係一路以嚟咧睇一個人點樣去睇一件事物，其實我自己咧就習慣咗咧，我唔會或者我自己係好少去將自己嘅目標咧 set 得太大太遠，因為我覺得好多嘢咧，其實我哋係唔可以疏忽最近嘅嘢，反而所以細小嘅事物咧，我都會留意嘅，不論係物件啦、人嘅性格啦，或者佢任何嘅表情啦，其實我都會好留意啲細緻地方。呢個係我自己一路以嚟咧睇事物嘅方式，或者係我嘅想法。如果你將自己個目標 set 得好大咧，其實你可能未必達到嘅。所以我都係比較喜歡係一步一步咁樣上。至於你話個目的係咩咧，我又唔係好知道。反而我覺得咧係我個方向係正確嘅話咧，我覺得其實問題唔係好大。因為反而我好多時我覺得咁樣係有個 bonus 對我嚟講，因為我冇預期啊嘛咁我反而仲覺得會舒服。幾時好似喺我嘅做嘢嘅叫做我嘅創作嘅作品啦，大同細，咩叫大同細咧？其實係好視乎係你自己角度嘅啫。當我自己好細個嗰陣，我睇啲嘢咧，覺得有啲好細嘅都係好大。但係如果你自己好大個嗰陣，你睇一啲可能覺得會細咗嘅喎，呢個係你嘅角度問題啦。好多時都有人問我，佢話點解見到你嘅做嘅作品咧都幾大下嘅喎，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細嘅喎。咁我一起步，我唔會係做大啲嘅作品嘅。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會係咁樣，係由小做到大，一步一步。你要累積經驗睇事物咧都係靠經驗嘅啫。所以我自己做嘅作品咧，你話大件嘅咧，其實我係以前最初開始都唔會大件嘅，只不過自己經驗多咗啦，咁你又會累積咗，又放膽啲去做啦，又做大啲又細啲咁。其實呢個大同細咧，其實我係同時間會處理嘅，就唔係話做得大就唔做細，我唔會咁樣，因為細咧係有細嘅處理方式，去到放大佢咧，其實都係有另外一個角度，另外一種方式嘅點樣表現，只不過你係要靠經驗啦，就唔係話一件細嘅作品將佢放大5倍咁就係好大，其實未必得㗎，有好多嘢改變嘅從中，即係話一步一步喺中間咧係要修飾㗎，就唔係話放大未必係好嘅，有時細件作品，咁所以經驗係好緊要咯。咁至於你話而家科技我哋好利用好多好容易將啲嘢掃咗佢，掃描咗，咁你將佢放大，咁但係係唔係咁就得咧？我又覺得係唔同咯。所以有一個你實際嘅以前嘅一個累積，你嘅手法，你嘅學習，然後再去利用一啲嘅科技去幫你咧，咁就可以好啲咯。如果你完全冇咗個基礎，一開始就用晒電腦用晒你嘅科技嘅手法咧，其實我覺得係欠缺咗一啲嘢。咁所以我自己好中意有手感嘅做嘢嘅感覺。我覺得呢樣係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好重要嘅。我自己嘅生活咧，或者係我做作品啦，我哋叫創作啦。我係屬於慢熱或者係好慢嘅，我做嘢係比較慢嘅，但係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啦，每個人嘅性格唔一樣。咁我自己咧就中意享受生活，所以我係個生活咧係比較慢，包括我自己日常嘅生活啦、食物啦、做下一啲唔知係乜嘢啦總之你瑣碎嘅事又好，做作品又好，我都係比較慢嘅，即係我唔係太急進，我會對食物係有一啲要求，但係我嘅要求我係好多時係會係從欣賞嘅角度，咁所以其實我好多時都有呢個咁嘅比喻，一個藝術家做創作同一個廚師咧，其實嗰個想法都幾接近嘅。你去買啲材料，去一啲
你當買石又好、石材又好、木材又好，或者你用金屬都好，你要對嗰個材料一定要有認識，因為每一樣材料咧，佢都有一個個性喺度。咁但係你去選擇佢嗰陣咧，你真係識得揀喎，因為你首先你要對嗰個材料有認識嘅，你知道佢個本身嘅性格係點樣，係易於點樣去表達你嘅作品。咁呢個你首先你要熟悉個材料啦，等於好似一個廚師，你喺一個街市嗰度，你買咩食材咧？如果你對個食材你個味覺，你對佢即係都未分辨得好清楚嘅話，咁你點去買食材咧？點識得去揀一啲呢個食材好新鮮或者係佢個年份夠高係好嘅？咁呢啲好多有好多學問喺裏邊。咁其實我自己咧喺呢兩邊咧，我都幾中意去嘗試嘅。所以我覺得係喺生活咧，我哋要識得去享受同埋欣賞事物。你識欣賞嗰個食物咧，或者係欣賞睇一啲事物咧，咁對你所有嘅創作，其實你都有你自己嗰個本身嘅要求喺度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係慢熱啦，同埋我會係多咗嘅嘢咧，我就通常咧我會拎走佢。咁剩翻落嚟嘅嘢咧，幾時係停手咧？咁呢個好重要，因為每一個人嗰個能力咧都唔一樣。咁如果你能夠拎走啲嘢，識得點樣去唔要嘅嘢攞走佢咧，咁即係話你嗰樣嘢夠純粹啦。盡可能我自己係有呢個咁樣嘅想法，同埋我個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嘅。咁我自己比較中意係啲簡約嘅嘢啦，唔想太繁複啦。呢個都係我做人啦，或者生活啦，或者創作啦，所有嘢我都係會係咁樣去考慮，會咁樣去一步一步咁樣去簡化佢。我自己咧係其實小朋友嗰陣我講緊小朋友即係自己小學生嗰陣，好細個。可能係低年班嗰陣咧，其實我爸爸咧喺屋企咧，佢有寫下書法，又攞起支毛筆、啲水墨喺度畫下畫嘅。咁我嗰陣時好細個，我係睇到佢覺得好奇怪。我見到佢都定時啦，或者每一啲時間佢都會咁樣去寫下書、寫下字咁樣。咁我喺旁邊睇，甚至有時我睇咗之後咧，我係等緊佢做完佢嘅工作啦，所謂工作我即係覺得佢今日佢寫完啦，或者畫完啦，佢要休息啦。咁我自己咧真係試過偷偷地咧係攞起佢支毛筆，攞佢嘅宣紙頭頭尾尾咧去試下畫下睇嗰個感受。我唔係做咗好多咁樣，但係我真係自己偷偷地去做呢樣嘢。我冇俾過人睇，任何一個人我都冇俾人睇。你問我而家因為等咗喺邊我都唔知，因為實在太細個嗰陣。咁呢個對一啲嘅水墨嗰個感覺啦，同埋係一個書法啦，佢用毛筆啦，我覺得嗰個開始對我咧係有一個影響嘅。另外咧，我喺屋企雖然唔係好多，但係我哋都有啲種一啲植物，或者有啲盆栽，又好得意嘅喎。我對盆栽咧又好留意喎，我覺得好有趣啊！特別係小朋友，我覺得嗰個啲山啊、石啊，甚至有啲漁翁喺度釣魚啊，呢啲我諗好多人都會見過。我對佢好特別嘅感覺啊！唔知係咪因為自己好細個咧，就覺得嗰啲嘢咧好真實嘅感覺，所以我自己對一啲嘅盆栽咧，特別佢嗰個造型啦、嗰棵樹點樣啦，都係講一個造型，嗰個空間啦，喺嗰個咁細小嘅盤裏邊咧，佢製造一個場景出嚟。咁我覺得係好有趣嘅，所以我當時我已經開始有留意呢啲點解佢點解睇落去咁舒適嘅咧，或者係嗰個咁靚嘅咧？咁其實日後之後咧，我對空間咧我自己係比較留意嘅所以喺唔同嘅情況我要做一啲嘢，甚至我自己好簡單，我喺屋企自己一個空間，我放一張台一張凳，我自己都有要求嘅。我覺得係我放咗喺度，究竟係舒唔舒服咧？咁我呢樣好緊要咯。咁即係有時好似傻傻地咁樣，
即係去做一啲咁嘅舉動，但係我覺得係做咗出嚟，自己好有趣喎，我可以欣賞喎，自己做嗰樣嘢。咁至於你話係好唔好，咁我唔知啦，係我自己欣賞啫。咁呢個係細個嗰陣嘅，都某一天，我平時咧我中意飲茶嘅，中國茶。我對沖茶咧，我唔係有研究嗰種。你叫我用咩茶葉，用幾多溫度，用咩水去點樣去泡佢，我唔係好着意呢一個咁樣嘅做法。我係好隨意，反而我係好享受沖茶啦、飲茶嗰個感覺嗰個過程，即係沖咗杯茶出嚟，飲落個口度，嗰個茶自己享受翻。咁我反而係好中意呢一種感覺。有一日，我喺個台面，我一杯茶倒瀉咗。咁剛巧咧，當時咧嗰個台布咧就唔係即時好索水索得好快嘅，於是佢喺個台布度咧就有好多水點喺度。咁我就覺得好靚，當時我覺得。咁但係我嘅感覺靈機令到我牽引咗我突然間一個睇法，就係水墨畫係平面嘅，喺個台面呢紮水咧，就係我覺得係，呢個係水墨嘅感覺，然後我可以將佢立體化喎。咁於是我就將呢啲水點咧，開始咗我好早期嘅一啲嘅小作品啦。咁呢個係我算係我一啲嘅水點立體化一個嘅開始。我自己喺香港長大，我喺香港出世，咁所以我係對呢個生活、呢個文化、呢個背景咧，我係覺得係應該熟悉嘅。喺香港咧，其實係有另外一個條件咧，就係佢靠近我哋喺中國嘅南方，但係我哋對西方嘅社會咧接觸咧好緊密，喺好早好多年前已經係咁樣，即係自己感覺係接觸就會了解啦。不論係文化啦、藝術啦，我哋都會睇得多嘅。咁但係我哋又有中國嘅帶落嚟，俾我感受到嘅一個中國嘅文化，有歷史嘅文化啦、現代啦或者係舊嘅啦。咁但係呢一個咧，剛好咧，我就覺得係喺香港嘅我哋生活咧，反而有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條件喺度，因為我哋好多嘢係睇到，亦都有學習，所以呢個我哋喺一個文化或者藝術圈子度條路咧，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哋嘅條件，可以係混合得比較自然啊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條件。當然啦，我自己一路都講緊係我係好中意一啲比較簡約、簡化，所以呢個都係我自己一路以嚟係人生嘅一個方向。喺我嘅創作路上邊咧，我自己有一啲小嘅畫作，但係我自己係雕塑呢邊咧係比較創作嘅時間長，係比較多嘅作品。咁就喺我嘅早期開始咧，乜嘢物料我都會嘗試嘅，不論你係木啊、石啊、石膏啊、水泥啊，或者係一啲唔同嘅材料咧，其實都會咁樣去用。我覺得係一個初期嘅創作咧，係你應該係對好多唔同嘅物料，包括一啲隨手執到嘅嘢，都係，因為你會係喺呢一種咁嘅嘗試咧，你會係摸索到材料嗰種個性，同埋你自己嘅一個取向，究竟係你係中意乜嘢咧？咁樣，咁好啦，呢段時間咧，其實都過咗一段唔短嘅日子嘅，因為你用唔同嘅材料去做作品啦。當我接觸到金屬，金屬一般咧就會用銅啦、鐵啦，或者係不鏽鋼啦咁樣。咁呢啲我全部都有用過嘅。對不鏽鋼，我近年嘅作品咧係比較多，佢有一種現代感啦，同埋係特別之處咧，佢係可以有一種鏡面嘅效果。咁呢一個咧，我覺得係個反映嘅人生。不論你睇事、睇物、睇人、睇自己，
都喺裏邊可以睇得到。咁所以係利用呢個我選擇呢個材料咧，我係比較多嘅喺我作品上邊。咁至於你話做咗出嚟有冇人話感覺係一啲好類似啊、類同啊，我覺得我完全唔介意嘅。只要你自己係做緊自己嘢就得啦。因為作品度咧，你會講唔同嘅事物，係你嘅人生點樣去用你咩嘅方式去表達，每個人都唔一樣啊，唔可以用物料去界定呢個人嘅方向，唔應該咁樣去睇，係任何材料都可以嘅，因為經過你嘅手去做出嚟，你隻眼、你嘅思想、你嘅腦做一樣嘢出嚟，其實嗰樣嘢咧就係屬於你自己嘅啊。咁你話好似會唔會抄襲啊？好簡單嘅，我哋一般畫畫用oil 啦，或者係用水彩啦、塑膠彩啦，大家都用緊㗎啦。甚至你個畫嘅主題，我畫間屋、畫個人，其實無千無萬係大家都做緊呢樣嘢。但係每一個人你畫嘅人出嚟都係唔一樣㗎嘛，因為你要將自己嗰個感覺，將佢喺一張紙上面表達出嚟，又或者一個你做一件雕塑，你又係利用一啲嘅金屬去表達出嚟，就算你同一個主題都唔一樣嘅。所以呢個我唔覺得係一種抄襲嘅問題啦，我唔會考慮太多呢個問題，反而我覺得係任何嘢係開放啲，咁樣我覺得係會更加舒服。喺你作品度去表達你想講嘅嘢，或者係你嘅人生嘅經歷，就喺你嘅作品度表現出嚟。可能你不自覺嘅，呢個就係最可貴嘅地方。我而家咧就喺香港啦，咁我就係自己做嘅作品，特別係一啲嘅委託嘅作品咧。咁當然啦，係喺返香港嘅比較多啦，國內有，但係我唔多嘅。咁如果你話外國唔同嘅國家揾我去委託我做一啲嘢，當然高興啦。有咩機會，我會用好多心思去考慮，或者係去分析，或者係研究去了解當地嘅文化。佢每一個地方咧都係唔相同嘅，但係我係如果你話有唔同嘅地方咧，我係好有興趣㗎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挑戰咯，對我嚟講，咁我會好樂意去做㗎，唔同地方都。喺我一路做創作以嚟咧，咁我對立體嘅藝術家咧我都有留意嘅。我有兩個藝術家咧，我係比較入心一啲。一個咧就係Budello 咧，佢係一個我哋知道佢做嘅作品咧，佢係好肥大啦，一個肥嘅女士啦，或者一個男士啦，又或者一隻貓啦，佢都係用一種好肥大嘅去表現嘅嗰個視覺上面。咁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效果咧係相當唔錯，同埋好有美感，個感覺好特別。咁我覺得喺佢嘅作品度咧係俾到我一種好愉快嘅感覺啊。咁另外一位咧就係野口勇，就係諾古茲呢一個藝術家咧。我好早期，差唔多可能係我講緊係開始嘅時候，就我發覺到呢個藝術家嘅作品，我一睇就令我咧，哇！當堂成個人咧退後兩步，因為佢嘅作品咧係刺激到我，令我有一種好奇妙嘅一種感覺。喺我嘅心目中咧，佢係好強大，佢嘅作品，佢嘅表現力好強。我當時就已經開始唔敢睇啦。當時真係有啲擔心嘅，擔心我係有啲嘢同佢接近，因為太中意啊。但係我嗰時係初步啦，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係繼續去了解佢咧，我真係會驚佢會影響咗我太多，所以我係唔敢睇，係
係到我自己做得好多啦，比較多嘅作品啦。其實係好老實講，係近年我先要睇翻佢嘅嘢，因為我開始覺得我唔擔心俾佢影響我，咁我反而我先要開始咁睇翻佢嘅，了解佢點解佢啲嘢會咁好。咁呢個係一個我欣賞嘅藝術家。我自己行咗呢一條路咧，真係覺得好幸運，因為呢條路咧，我係原來自己係咁喜愛嚇，我可以將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，或者我有思想嘅嘢，我有內容想表達嘅嘢，我係喺我嘅作品度咧表達出嚟，我覺得係好開心、好愉快嘅。即係我做作品，我覺得幸運㗎。有啲人問我你幾時考慮退休啊咁？但係好得意喎，藝術創作佢最好嘅地方咧，就係冇退休呢樣嘢講嘅。只要你生命有一日，我都可以係繼續延續我自己嘅作品，可以繼續表達喺我嘅作品上邊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係好幸運。做藝術創作咧，我覺得係即係我嘅一個好好嘅自己嘅選擇，好正確。近年啦，或者係一啲時間咧，即係自己感覺咧，人生咧係無常，好多嘢咧你係想象唔到有咩事情會發生。我盡量咧係希望將自己嘅一啲美好嘅一啲記憶，盡量喺我自己嘅作品度表達出嚟。